主席，我係完全支持呢個整體撥款嘅申請啦。咁啊27.8億我有3條問題嘅。一呢就係27.8億啦，我哋局方咧有冇考慮即係點樣買多啲本地嘅研發嘅呢個硬件啊、軟件啊、服務啊嚇？咁就會唔會支持本地嘅科研呢方面？即係會唔會喺27.8億度體現得到呢？呢個第一條問題。第二條問題呢就係而家都有所謂嘅no coding 啦嚇，no code 嘅 coding 無程式嘅編碼啦。咁所以我想知道我哋136項裏邊呢，我哋支持嘅項目有冇特登俾啲指引佢哋話，喂你譬如人工智能嘅倫理方面又好，或者係呢啲無程嘅編碼做嗰陣時呢，即係做又容易，但係一個黑箱之後要去維護呢，未必咁容易。呢方面會唔會有啲指引呢？呢個第二條問題。第三條問題呢，我見到即係136條撥款要求裏邊呢，新項目裏邊啦嚇，其有4個係關於司法方面。仔細我知道，主席提醒唔好講咁多啦。但我想問一問，即係而家即係數字經濟、數字資產即係做得幾蓬勃下。咁其實唔同地區國家嘅法院呢，都有陣時會要收納咗一啲充公一啲數字資產。咁呢方面其實呢啲項目136個新嘅同埋舊嗰啲，有冇啲我哋做緊嘅呢？可以幫助可以收到呢啲即係法院要求要收翻嚟，到時點樣賣，點樣唔好唔見咗呢方面嘅一啲科技？唔該晒。充公數字資產 OK 呢個新嘢。咁啊頭嗰兩個買本地產品同埋 no code 嗰度請副局答一答係嘛？好啊，多謝主席，亦都多謝陳議員。或者頭嗰兩部分其實我結合一齊嚟答啦。第一咧就係本地嘅研發或者我哋有一個原則咧，其實都係希望咧即係我哋嘅唔同嘅局啊部門可以用到更加多一啲嘅新嘅嶄新嘅技術啦。咁當然咧，呢個亦都要睇翻佢哋實際嘅需求嘅。咁如果喺推動本地上面啦，其實譬如我舉一啲實際嘅例子，我哋咧其實喺數字辦特別就成立咗有個係叫做智慧政府創新實驗室嘅。咁呢個智慧政府創新實驗室咧，我哋因為數字辦一方面佢都比較清楚唔同部門佢哋需要嘅一啲實際需求嚇，即係從個需求端佢會知道有啲乜嘢嘅需要。而另一方面咧，其實正正呢個就係希望俾到個業界，尤其是咧我哋見得到更多係一啲本地業界，包括我哋一啲嘅初創啦，或者我哋引進嘅公司啦，佢哋好積極利用呢個平台，將佢哋有嘅一啲 solutions， 即係一啲解決方案或者佢哋嘅技術咧，去擺上嚟。咁我哋自己係好主動咧，去同佢哋做一啲匹配嘅。咁包括咧就係其實我哋做咗有好幾百場啦，就係直頭係連接部門同業界啦，去有一啲嘅技術嘅工作坊啦，亦都有一啲嘅講座啦，去希望可以幫佢哋成功去到做撮合，去應用到咧既係嶄新啦，亦都係即係更好咁樣使用業界嘅一啲解決方案。而與此同時啦，其實我哋亦都最近啦特別係設立咗啦，就係頭先議員有講嘅 AI 加嘅，就係AI 加嘅工具方案嘅目錄。咁呢方面咧特別就係針對咧，就係佢有一啲現成嘅 off the shelf 嘅，或者佢一啲高泛用性、高通用性嘅呢啲嘅 AI 嘅項目工具咧，可以更好咁樣結合，亦都係慳咗啲時間成本啊、開發嘅成本等等。咁而當然啦，我哋亦都注意到咧喺使用或者開發 AI 嘅項目咧，佢一定係有一啲嘅規範標準，同埋咧亦都有一啲守則係需要用到嘅。咁因此咧，其實正如我頭先去回應阿黃錦輝議員嘅時候有講啦，我哋其實喺近呢幾年啦，數字辦係發布咗有多項一啲重要嘅指引，譬如係政府部門人工智能應用指引啦，有人工智能道德框架啦，亦都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同埋應用指引呢啲，咁有晒一套嘅流程去規範由佢項目嘅策劃啦、開發部署，以至到佢運用點樣監察佢嗰啲嘅標準同埋一啲嘅技術嘅指引，各方面都有涵蓋喺度嘅。咁最後咧就係就住議員提嘅一啲新嘅情況啦，咁我哋亦都會鼓勵唔同嘅部門啦，咁佢哋喺考慮點樣去應用見到一啲最新技術嘅時候咧，可以去結合到佢哋實際嗰個嘅應用場景或者一啲未來發展嘅需要嘅。多謝主席。